要有嘴巴。你到这400只啥家？哎呀，手机，那么还有那个三角杠充电器。怕么拿手机拍下来？不，拍一个镜头嘛，又不是都。哪个拍一个镜头，讲吃个辰光也拍个了，摆个辰光也拍个了，带油带劲。这个难。不装四枚，这不把视频难不写的。上次我用只摆摆，谁是那个的？哎的，还有嘴巴。韭菜剪子上来着，那个像鱼藕摆个了。油泼辣子。不啦，正好。那只香肠是我够的。再。吃海煎是一人一碗汤，煎汤谁自来水啊？我打骨头汤。好，我来，一口送。这个杯子太小了，带起来太烦躁。如果换做我老公的话，他是一杯一口，那不是要倒个几十回吗？不太够。饺子也吃得爽，酒也喝得爽。我要脱衣服了，大厨你怎么穿这么多衣服啊？我要穿你这么多衣服都汗如雨下了。哎呦，冰箱订了，我有一张地戒指的。好了。然后你这是第3杯肉啊，50几多个啊，真人不露相。兵马俑我去过了，上次花了90块钱门票，那是2002年，克林顿也去了，英国女王也去了，他们去了我肯定要去，他没去，他把我们领到门口，他不进去。我30都没进到。他舍不得钱买门票。但是身临其境和隔着荧屏是2回事情，对吧？家们，我们干杯。四川结束，现在大家分工做事体，帮阿姨打嘴饭，菜娘牛打本子。我负责上班出去吃夜饭。哎呀，领个！哎呀，我难得吃饺子的，夜想至少啥人？你看，又不是我搬的。那么你要么就是常州市场里向听说，搿点人做坏事了，蒋玉娣搿当水师哈，张建林搿当水师哈，下头搿个第一排个太太金刚子落下来，就都上去了，搿是你要的口诀。真家伙啊，风得这样的，开个摩托车，哈雷摩托车，夜里外边睡墙了。少年，蒋玉娣话。蒋玉娣也是蛮男子，蛮漂亮的人。哎，蒋玉娣嘛，卖相好的，所以下头搿点太太嘛，也是迷得了，七魂八素。哎，神魂颠倒。周高落下来，周高落下来都上去，金刚子落下来嘛，军座都落下来。不是，搿不能多少次周期飞，不能多个3、4个。啥个都来西个，厨房拿本钱3个嘛，你想想看。搿么蒋玉娣也发财官。是发财官。吃海饺子会得屋里眼睛发啥大摊子，侪是个味道呀！我夜向干也看不上，这边拿去烫一烫，不要一两两得那个。哦，这就好，好。吃米得不得了，血结。哎呦，5年份大糕。哎，根本个。必须得啊，最得弄完。哦，另个功力做得不得了噻，看不对脸，都去倒出来一个水没能出。那阿听见已经呱啦呱啦个声音，咋马上头脱在那个搭拍不说了。房间里个腰箱帮我拆出来着，稍稍个力气大家丢下来。真开玩，一打空子呀，翻丢下来着，你翻去剥来着才带领。你用一张么子挡死热，拍不说来地了下头，哪想得出？我估计吃过要掏个10铺那个地方才弄清爽。偷不吃啥么子哇？掏不出了，我就偷子叫铺上噻，那个已经第6铺噻，等于不是没出哈我跟你讲，还得了那还不总归还是要买，别是还的。这对我也觉得两样哈，一样。是哈个一样讲呢，打不打还是连脱水再脱，下头来再马上倒第一个试一试，哟，怂得嘞，不来玩。那这个那就看我来。来，弄不力气做啊，要啥一个米那就拿弄不讲，我来单独马上脱水去。又不是一早上打的，200个呀。那我屋里向一个礼拜打一打。哦，他们那自家自行买那我。等来得打衣裳，再搞他健身教他做。3月份那哪个衣裳才真讲好。我辣想我开啥会大脱噶？弟弟们是够的。哎呀！好了。